講起巴士、小巴嘅電梯線，你會諗起咩？山路、平嘅車費。大家好，我係白板。今日我會同大家講下電梯線。電梯線一詞最早出現喺1997年城巴98嘅路線圖。電梯線係指連接位於山下市中心同埋山上地區或者屋苑嘅接駁路線。經典例子有城巴嘅98、12A， 小巴嘅例子有港島嘅50號同埋4S 號。咁點解會有電梯線呢？咪就係因為香港有部分屋苑都係山上邊，要方便人落市區咯。呢個亦都帶出咗電梯線嘅第一個特點。第一，電梯線通常連接住市中心、地鐵站或者人流較旺嘅地方，例如4S 循環石排灣至到香港仔。第二，通常一邊總站或者循環點設喺山下邊，另一邊嘅總站或者循環點就設喺山上邊。第三，車程短同埋直接，大多屬於區內線，而收費亦都較平。有一點值得留意，有部分地區因為客量嘅需求問題，所以山上接駁山下嘅路線可能由長途嘅過海線或者流水線兼顧埋，但係嗰啲路線係唔可以歸類成電梯線嘅。例如港島耀東接駁筲箕灣同埋西灣河，就由77、99、2A 等等嘅路線兼顧埋電梯線嘅功能。隨住鐵路網絡同埋其他交通工具嘅發展，巴士公司通常會以節省資源為理由，將電梯線拼入其他路線，或者增設分段收費以取消當區嘅電梯線。例如當時循環來往耀東同埋西灣河嘅新巴士路線2M 號線，都已經俾77同埋99嘅雙向分段收費取代咗。今集我哋講咗何謂電梯線，點解會出現電梯線，同埋電梯線面臨緊乜嘢問題。今集我哋講住咁多先，我係白板，下次再見。